继续关心去美国留学嘅空军官校学生齐浩平，伊嘅妈妈和外妈5月份嘅时去美国参加伊嘅毕业典礼，却发生严重嘅车祸。经过各界斗3天，齐浩平嘅妈妈第3暗坐医疗专机返来咱台湾，也让齐浩平也留伫美国，踮伫美国照顾也搁伫病院住院嘅外妈。 华航的医疗专机慢慢降落伫桃园国际机场的停机坪，伊的警车甲救护车拢等伫遮，准备要将齐浩平的妈妈接出来，送去3分钟病院接受后续的治疗。5月份，齐浩平的妈妈甲阿嬷因为去美国参加伊的毕业典礼，拄到严重车祸，经过治疗了后，齐浩平的妈妈病情稳定，自3为科罗拉多州出发，伫加州转坐华航专机直飞台湾。齐浩平继续踮伫美国照顾也伫当地住院阿嬷。 高检齐浩平家境真善车，为减少厝内底负担，就去读军校，佮得到美国空军官校公费留学的名额。今年毕业，伫各界春出援手之下，已经维持个获得差不多4000万的存款来应付这么大的医疗费用。齐浩平也伫面册发文感谢各界的爱心，表示会努力克服目前的困境，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